亮亮，如果累了就认输吧。我不累，你累了可以先眨眼睛哦。我才不累，我阿迪才不会认输嘞。你们两个在做什么？眼睛睁这么大？博士，我们在玩眼睛不能眨的游戏。博士，爱做一招上色茶。来做一招上色茶。没错。爱做一招就是我口渴的意思。上色茶的色茶就是喝茶，所以想喝茶上色茶。爱做一招上色茶，我口渴想喝茶。一起练习一遍哦。爱做一招上色茶，爱做一招上色茶。都好。嚯，你们还要玩哦？好啦，我累了啦，我认输啦。Yes， 我赢了啊！眼睛好酸。先不要揉眼睛，可是我眼睛真的干干的。先眨眨眼试试看啊。眨眨眼，好像比较好哎。还有，我们刚刚玩那个不眨眼的比赛真的很难哎。对呀，博士啊，为什么人一定要眨眼睛啊？眨眼啊，对眼睛来说啊是很重要的哦，因为啊，在眼睛里面啊，眼睛运动，预备，向左看，向左看，向右看，向右看，上下动一动，上面看看，下面看看，肚脐，风好大，快闭眼，眼睛好干哦，眨一眨，眼睛运动，成功。眼皮有很多的功能，平时的眨眼可以滋润眼睛，遇到危险的时候啊，我们的眼皮会反射性的闭起来，主要就是为了保护眼睛不受到伤害。原来如此。而且我知道眨眼还有另外一种功能哦。什么功能啊？就是抛媚眼。不是啦？再看一次。阿丽，你脸抽筋哦。什么抽筋？再看一次。你该不会指的是这瓶茶吧？对啦，我刚刚不是就说了，爱做一招上色茶。这个不行，是我的。那还有另外一瓶啊。这瓶是我的，俺没做一招。哎呦，分我一点嘛。可能不行。我眼睛很酸呢，我刚刚在比赛。我口很渴。眼睛酸跟喝水有什么关系？好像也是。